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，哈巴谷书第1章第5节到17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盼望。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？记得以前小时候在学校，如果老师说要写作文，那个题目是写我的梦想还是未来等等的，类似这样的主题，那总是会出现那种我将来要当大官啊，将来要赚大钱等等的内文。当然那是因为当时候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教育的环境的影响。人类在经历过美国的911灾难以及台湾的921大地震之后，许多人的盼望改变了。许多人表示他们想要好好的活在当下，珍惜现在。但是现代的年轻人的思想又更不一样了。许多人的盼望是年轻不留白，他们更积极的、更热情的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有人甚至抱持的不婚，甚至有些人是结婚然后就不打算生育孩子。可是他们的家里宁可饲养着狗儿猫女，他们有这样的思考。基督徒的盼望到底是什么？当然没有错，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活在当下，因为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。但是当下并不是永恒的盼望。哈巴谷先知他说到了将来的预言，上帝透过哈巴谷先知这样说：上主对他的子民说，留心观察你们周围的国家，你们对所看到的会很惊奇。我要做一件事，你们听了都不会相信。我要使凶猛残暴的巴比伦人强盛起来，他们要横跨世界去征服别人的土地，他们要令人惊吓恐惧，他们目中无人，以自己的意志为法律，他们的马匹比豹子还要快，比恶狼还要凶狠，他们的骑兵从远方来，他们奔驰而来，像老鹰扑取猎物。这些巴比伦人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苦难，使他们活在困境当中，成为没有盼望的人。因为先知的预言当中，这些巴比伦人是非常强势的。哈巴谷先知又说，他们的军队以凌人的气势推进，所到之处人人惊惶恐惧，他们的俘虏像沙粒那么多，他们讥笑君王，他们嘲笑官长，他们堆筑土垒，攻取城堡，任何的防御都抵挡不住他们。他们像暴风一样扫荡之后就离去。这些人把自己的力量当作神明，难怪以色列人会成为没有盼望的人，因为将来是苦难，未来是惨伤。
本来拣选以色列人，应许以色列人，保守以色列人，带领以色列人的上帝，竟然安排了强大的外邦之国巴比伦来处罚以色列人民。为什么？哈巴谷先知也是这样来问上帝。经文说：上主啊，你从太初就是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是神圣的，是永恒的。上主，我的保护者啊，你选择了巴比伦人，使他们强盛，好来处罚我们。可是你怎能忍受这些叛逆、可恶的人呢？你的眼睛太圣洁，你绝不看罪恶，也不容许人民做坏事。那么他们毁坏比自己公正的人时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怎么能够把人民当作海里的鱼，或一群没有首领指挥的爬虫呢？巴比伦人用钩子勾人，像钓鱼一样。他们用网网人，网到人，他们就欢呼。他们甚至膜拜他们的网，向网献祭，因为那一些网带给他们丰足的好东西。难道他们要不断的使用刀剑，残忍的屠杀万民吗？这表达出当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境，他们完全没有了盼望，他们甚至怀疑上帝，因为上帝不但没有保守他们，还差遣强权巴比伦来侵略他们，统治以色列人。相同的情况，但是彼得劝勉同样遭遇到强权罗马逼迫的以色列人们。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说道：我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写信给上帝所选召的子民，就是那一些因避难散居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家、亚细亚、庇堆尼各地的信徒们。你们蒙选召是按照父上帝预定的旨意，是借着圣灵而成为圣洁的，为要顺服耶稣基督，并受他的血的洁净。愿上帝丰丰盛盛的赐恩典平安给你们。既然我们的生活是出自于上帝的旨意，那无论情况如何，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。但是这个当中最重要的是，基督徒们有没有盼望？或者是因为遇到苦难就失去信心，遇到困境就不愿意继续前进，这不是信心，这是没有盼望。彼得又说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由于他无限的仁慈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乃承受上帝为他的子民保留在天上的福泽。这福泽是不败坏、不污损、不衰残的，是要给你们这些因信上帝而蒙他大能保守的人，好使你们获得那已经预备好，将在历史中的终点实现的拯救。
因此你们要喜乐。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，或许必须暂时的受苦，这种经验无非是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，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。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，更必须接受考验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、光荣和尊贵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，他赐下了复活的救恩，这样的一个盼望。虽然经历强权的压迫，可是也可能遇到病痛的这个攻击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有永生的盼望。这盼望是看不见却仍然愿意依靠，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心。正如彼得所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他；虽然现在看不见他，却信他。你们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那无限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正在领受信心的果效，就是你们的灵魂得救。论到这拯救，先知们已经有详细的寻求和探究，并预言关于上帝要赐给你们的这恩典。他们探索要知道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所指示的，这就是预言基督必须受苦，后来必定得荣耀这事，会在什么时候，在哪一种情况下实现。在面对武汉肺炎困境的现代基督徒，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信心，要在困苦当中坚定的相信，全然的依靠。今世的苦难不是永久的，今生的盼望也不是基督徒所应该要追求的。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永生盼望。诗篇第119篇137节到144节。上主啊，你公义，你的律法公正，你所颁赐的戒律完全公道，完全正直。我的愤怒像烈火焚烧，因为我的仇敌藐视你的命令。你的应许多么纯真，我多么爱慕。我渺小，被人轻视，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教诲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，你的法律是真理。我遭遇患难困苦，但你的诫命带给我喜乐。你的教训永远公正，求你使我明白，使我存活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恩典，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武汉肺炎的困境的现今，不要让我们失去盼望，更坚定的相信并依靠上帝，因为上帝已经赐下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救恩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